石硤尾工業大廈咧，係正正係反映緊當時由香港工業嘅發展嘅趨勢，讓一啲有決心、有創意、有毅力或者有膽識嘅一啲嘅工業家咧，佢去嘗試開拓自己嘅天地。我哋覺得呢一個係同一個機會，俾現在嘅藝術家用翻同一個地方做佢哋嘅平台，嚟將香港嘅藝術帶動出嚟。今日嘅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匯集咗繪畫、音樂、攝影、戲劇等多元化嘅創意同本土藝術。由昔日嘅石硤尾工廠大廈，到今日嘅藝術村，係一段段難忘嘅回憶。上個世紀50年代，大批移民逃難南下香港。今年76歲嘅馮寶，53年開始居住喺石硤尾嘅寮屋區，睇住山寨式工廠冒起。乜嘢都有，小型山寨廠，種菜、養豬啊，穿塑膠花、剪線頭，乜都唔怕住怕火燭。1953年嘅平安夜，石硤尾寮屋區發生一場香港歷史上非常嚴重嘅火災，53000人一夜之間痛失家園。火災將一切化為灰燼，但呢一片頹垣敗瓦，卻又成為香港公營房屋發展嘅起點。1954年，政府正式開展第一型徙置大廈嘅建屋計劃。嗰啲徙置大廈咧，用鋼筋混凝土興建嘅，個結構好簡單、好堅固，施工過程好快速，令到好多居民咧就可以好快咁樣去住入一啲新嘅大廈裏邊。居住問題得到解決，隨之而嚟就係生計問題。喺徙置大廈附近，政府陸續興建工廠大廈，令原先嘅山寨廠得以繼續經營，為香港發展輕工業打下基礎。70年代，政府重建石硤尾區，將其中一片荒廢嘅空地規劃出一座全新嘅工廠大廈，樓高9層，仲裝有電梯，地下可以俾大型車輛停泊。樓宇結構上亦可以承受較重型嘅機器，成為咗香港獨一無二嘅工廠大廈。我由80年落嚟到香港，因為我阿叔係喺石硤尾工廠大廈做打鑊啊嘛。70年代尾、80年代初係香港工業發展黃金時代，工廠大廈成為唔少香港人生活嘅依靠。80年代嗰個工業再興旺嘅時候咧，啲走廊咧已經擺到滿晒貨㗎，行人都要閃開先就行到嘅，個個開夜工啊，趕貨加班啦。周揚芬喺石硤尾工廠大廈工作同埋生活咗20年，最大嘅感受娶到個老婆啦，都係喺石硤尾工廠大廈娶到個老婆啦。2個仔女都係由石硤尾工廠大廈嚟到湊大啦。工廠大廈曾經遍佈香港，隨住內地經濟開放，工序逐步北移，香港亦轉型成為金融業、服務業為主嘅經濟體系。工廠大廈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，廠戶逐步遷出，石硤尾工廠大廈好似被遺棄咁，留低咗一大堆零零碎碎嘅工業產品，同一間間殘破不堪嘅廠房。入到嚟嘅時候咧，有個好奇怪嘅感覺嘅，好似成個空間啊、時空咧就停頓咗喺嗰刻。佢以前嘅歷史咧，應該要值得尊重翻。咁我哋保留咗就一啲嘅門啊、門牌啊、
機器啊，咁呢啲全部都係呢一個建築物嘅特點啦。石硤尾工廠大廈已經成為咗香港嘅集體回憶。我覺得保留咗呢個工廠大廈，人哋睇到會有一啲嘅回憶記翻。石硤尾工廠大廈已經成為歷史嘅名稱，因為馬會嘅資助，為呢個地方注入新動力，成為香港發展創意藝術嘅新起點。希望呢樣嘢真係做得成功，係唔係香港唯一一個，係香港第一個，可能將來有更多同樣嘅藝術村可以喺香港發展。